202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。今次參加呢一個烏鎮峰會咧，就非常之開心，因為今次咧亦都係我第2次參加呢一個世界互聯網大會嘅。作為峰會的核心板塊，互聯網之光博覽會以人工智能+為展示重點。人工智能怎麼樣去賦能不同的領域，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加好。其實我們很簡單的一個要求，這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人工智能可能是很複雜的一個事情。但是現在我剛剛去做了一個發言，也提到其實人工智能可以走進民生。一是推動秦澳跨境數據的銜接規則，要讓數據流動更加暢順。第二是擴大數字人才的培養扶持，讓青年有更加多的機會。希望我哋澳門可以利用好互聯網啦，利用好人工智能嗰方面啦，為澳門嘅社會咧可以拓展得更加多。